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透過關鍵詞喺 Google 全球最大嘅搜尋器自然排位首頁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可以用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我哋先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個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尋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透過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個搜尋平台帶嚟300幾萬嘅搜尋，可以脫穎而出呢？我哋試一個關鍵詞 iPhone 禮品，喺呢個關鍵詞帶出嚟嘅相關連接有1億6500萬，係1億6500萬。第一個、第二個係我哋同客戶喺今年2月做嘅排位，嚟到依家接近5月啦，依然係存在。喺呢個頁面大家睇到係完全冇競價廣告，我哋翻去 video 個頁面睇下，情況不一樣，多咗7個競價廣告。左邊嘅自然排位俾我哋霸佔晒。第2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3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4頁情況都係一樣，第5頁情況都係一樣。喺呢度大家可以睇到，今日消費者驅使我哋去改變，因為大部分嘅消費者嘅搜尋個習慣都轉向咗 video， 令到廣告主嘅投放都走去 video 呢個頁面。但係今日我哋講嘅 video marketing 並非遙不可及，而係近在咫尺。大家喺呢度睇到嘅所有連接，我哋都係透過 YouTube 呢個平台爭取翻嚟嘅。因為喺當今沒有一個媒體比 video marketing 更有優勢，因為佢可以透透徹徹展示你個產品喺你個海外客戶眼前一一浮現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確實冇其他選擇，我哋要將我哋嘅產品提升到多媒體層次 video 呢個層次講，就正如我哋講，將產品視頻化，將產品廣告化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喺香港工業總會培訓中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嘅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，向香港工業總會申請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，佢係一個免費視頻平台，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視頻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，讓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可以喺觀眾面前直接展示。同時，觀眾可以透過智能手機直接可以觀賞你嘅視頻，係無需下載應用程式 Apps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嘅，大家不妨向我哋諮詢一下，係免費嘅。多謝大家。